所以能讲吼，不得这个良好这个相好，所以如来无有这个良好，所以呢，无作是良吼，这个应当不啊，我讲一句，啊，迄个师傅讲一句来讲，无作是良，吼，莫作是良，你袂使有这个良好，这个良好，你袂使有这个良好，莫作是良，就是讲你袂使有这个良好的意思。安尼讲，可以讲。若有人言，如来说这是部分。这句话哦，咱若讲的是不能清楚讲出来，不能清楚讲出来。这句话若确实讲咱讲的代志，嘛互咱要相信。伊来讲，可以讲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句可以讲是后边继续来做解释。什么原因呢？若有人言，如来说。他是有人咧讲我如来，咱讲听有意思。有人咧讲我如来有所说法，还是有讲的。哦，这句话是如来所讲的吼。咱而且讲的吼，如来说应该咧是个赞叹，到尾来说咯，做些诽谤吼。这若要讲起来，哦，咱一定爱知影一个道理，什么？应该是赞叹如来他嘅态度是，结果态度是包括慈祥啦吼，是做啦。咱看西南大风这个回答，不懂佛法的人，哦，不懂佛法不敢说了，懂得佛法的人更是不敢说这句话。所以我是新管理若有人言，哦，如来说这个部分在经文经上，这是不清楚说出来物件啦吼。所以这当天来讲，应该是赞叹，不是诽谤。是安尼讲，问题这个所在，伊安尼讲。若有人言，如来有所说法，你今日看不起我如来，是安尼看不起我如来，因为我如来袂使有一个念头，我这个如来啊，这个如来是讲，这个如来是咧讲啥人？是讲哦，不然释迦如来啊，这句如来是咧讲如来，伊是咧甲讲，有人咧讲我如来就说法。是你看不起我，我就执着，我还是走，我会按执着你所讲，哎，咁听有意思，这个咁听有意思。我如来若有人言，如来你所说法。你看起我如来，我家己有一个念头，作是念，我有一个念头，你讲我家己啊，跟你说法，你今日就诽谤，然后讲，我过来跟你说，是安怎讲我啊个如来都生一念头，你说，因为你看不起我，你讲听有？你看不起我，因为我都演技成功，哦，演技不掉。你是安怎讲我就是这样物件，所以这当中，这句话严重到严重的所在，因为咱今日唔办，本来要赞叹如来，哦，你如来讲，哦，安经，哦，讲这个17年，哦，我来讲经讲8年，一讲经讲10年，哦，你讲经啊，迄个甲这讲10年，哦。你学华经讲7年，加上你讲经，哦，讲1年，你讲这个经，我本来要赞叹，结果就是我诽谤，吼，这第一是严重啦吼，所以咱来知影，所以咱唔知影，所以咱讲，咱无了解不得人的意见有对所在，咱代表讲赞叹，哇，就是一种咁诽谤，安尼咱就是无了解人会被说法。哦，所以，伊来都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来伊已经无所住啊，伊头要住，一无所住是心嘛，已经空了我想嘛，我想空了，所以如来有所说法呢。所以前面来讲嘛，吼，若菩萨我想、理想、众生想、许家想、感悟菩萨，好像经文经的第3就讲3话啊，吼。所以，安尼当中呢，咱就话去了解，哇，这个
本来是赞叹，吼，如来，结果落去诽谤如来，所以人讲呐，人讲无了解，啊，杀得别个，吼，被人赞叹无来，不然别人总要要存在，所以讲你迄个赞叹对了，吼，所以这句话啊，安尼解说，吼，所以本来是要赞叹，结果啊袂来，哦，看伊无去，吼，哦。有时候这是公分，因为呢，我讲讲不能该我是说，我这个人啊，无了解，哦，无了解我的想法，因为今天我咧讲不对，你嘛听，伊太知影讲，伊惊我咧讲法，伊太知影讲，什么叫法，什么叫莫定事小，事小不可接，定事小。啊，不可解。这两就会看恒定数小，不可解。当然意思，因为我们给两个人，反正欲心出小，即表我人就是这样；欲出不小，即表我人就是何以讲？欲出为不小，就是讲叫做空相，即表我人就是。你听无经会给人讲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不能跟我说实话，就是因为你无了解我讲这个，我讲是，虽然你是真的，但是你无了解，因为你真的，结果我去吧，我不来按照这说法，哦，我就按这说法，哦，所以而且平常啦吼，连听都听不懂了吼，还有怎么去了解出来吼？的迄个基础，所以情感基础吼，伊不但无了解，无法度解悟，连一文解义啊吼，一文解义啊，哦，是深解如来的意趣啊，你懂吧？所以啊，这个比人啊，哦，虽然你赞叹，结果人啊，你宝贵的吼，咱想讲呢？因为这道诶，拢是如来方便佛教吼，算了不算，不算就算，即说即明，即明即算，凡所有相，拢是相算。哦，方便佛教，算而不算，说而不说，算而不算，算而不算，不算而算。即说即明，这讲这是真轻的物件吼，这是真轻的物件。即说即明，即明即说，这是真轻的物件。这是说讲，免得讲无说。这个无说的意思，就讲你讲，你袂使接，你袂使接，伊是安尼袂使接，你一定接，你的心就有念头，有念，这个念说。你心有念，你心就清楚。所以你今日我同你讲说，我今日说，无说，说实话不，无说，我本来无说，但是今日这本来就说一个物件，我就是讲，免用说，无说，你说，是这样说讲。所以，那安尼到尾来呢，即说即明，我马上讲出来，你我心并不会清楚。即说即明，咱这工夫，这工夫是真轻，咱平时啊，一句话入来了，
那基本上就放给放给这手机，这个我叫不然你个来，这手机也可以，不是真正定做法的人，真正达到所谓的动作是一个无神经的人，动作是一个无神经的，迄毋是真正无神经，迄有神经要收到无神经，迄唔是简单的，毋是讲真正戆拢唔知影，有是那种，所以那边呢，吉理吉数。这个吉理，我想讲，跟农民来讲，理想，理想，理想是波人，哦，理想，理想关发这，什么叫理想所发这？我今日帮我讲，我的行住坐卧，行住坐卧。行住坐卧，出入往返，哦，出入往返，一组，这叫做理想波罗，这个吉理吉数。吉理伊而只行住坐卧，伊而只出入往返，哦，伊显示的啥？伊意思。伊是吉理，伊拢无讲我无，但是迄个是咧讲我。我得东西，如是我一时不在下，欲求无，欲求千万万，逆行现在事情的一起关于效率是影响到做的，因为原本就开始一起发生一部车，伊因为咩条伊有讲到报告出来，啊，伊拢无讲报告的，所以呢，伊不你因为个书包在那旁边。伊书包在，咱个显微体请，书包在显微体请，哦，伊书包在，中了书包在在台中中集中做起，现在理论已经特别正宗理论，伊是如来显化量诸菩萨，如来显护摄诸菩萨。第一分钟要讲完了后，伊就开始如来显化量诸菩萨，如来显护摄诸菩萨，什么人发现？是我。因为已经那么公望不了，行住坐卧，如来就发现。是我这里发现，以前都发现，来出入往返行走，伊就是三劫清净，如来显华量诸菩萨，伊就是意念清净，意念清净，甲心念清，甲个时阵啊，哦，这个心念清净，用这两个意念，啊，靠。身口，你迄个身甲意清净，如来显护属诸菩萨，就是叫做口业清净。身口意嘛，伊个是三业清净嘛。伊般如来也要讲话，伊才显露伊三业清净。伊就是哪？伊就净理，就是他没有说嘛。他没有说嘛，要讲，如来要讲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如来显了诸菩萨，如来显护摄诸菩萨，因那个变成是我的有心人住谁入里，他把那个三八三八的有问了一种一些。哦，你现在当中伊个唔是为是我的讲，是我的如你所说，如来显化的诸菩萨，如来显护摄诸菩萨。这句话是佛道甲如来，道甲释迦如来印证哦。对，释迦牟尼佛道甲是我的印证哦，毋是是我的甲伊讲的哦，是我的讲到是我是我甲伊用的哦。有，因讲经第二分啊，伊就讲啊，是我的如你所说，讲。是我的如理是我的身上，万物来显了诸菩萨思路，如来显不小诸菩萨。哦，那我讲，我也不会那讲，你应该跳我一下，有一些人做什么理，他当个什么什么的些，应不是应不是，现在那个
所以今日看到这个话，咱哪知影？今日愈来愈我拢无咧说，什么叫无说而说？叫做说而说，无说而说，就是参详不得出之方法，好上但是伊讲了，伊叫做哪理想？咱讲理想，理想什么物件？理想说话，伊叫做理想说法，叫做无说而说，叫做理想说法。说而不说，哦，说而不说，上说法，说法上，说法上，不奇怪。说文字说法上，不奇怪，叫做说而不说，不说而说，叫做理想说法。说而不说，叫做说法上，理不理想咱国文字的贡献，哦，不奇怪，这个一定拢上重要。所以今日看到这段话，咱大家伙，今日确实愈来越切开落来，伊的意见是较什么意见？所以咱知影方便多少？哦，凡是语上，拢是上说，这种的上说，拢是一种声音。所以愈来接到这种的声音，叫做哪？叫做印说。印说是会污染我们的形象。所以咱已经，咱这个用大讲声、用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用嘛，啊，声就是声频嘛，声频，啊，讲的是唔声频，我那是用声频，音声频嘛。所以经文经20分讲，哦，入去圣经哦，后壁入去音声频哦，拢是音声的这个经文，是唔是呢？是影响，你见到无来实上咧无可能物件，所以那能够哦印刷哦，容易污染到咱的心性，因为咱的起心动念，阮咧讲互咱听，我们的心就无能安住，所以无能安住，咱的心性就无找清净，所以咱爱理会这种说法的原因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原因，咱一定要哪？先做感悟，就是讲你一定要面对这些物件，但是咱知道，你说就话要面对这些物件，咱一定要会面对这个事，咱不着咱敢赞同，咱就欢迎；不着咱敢批评，咱就受。哎，不着咱要甲恁讲，要甲恁讲是，要甲恁讲，安尼无甲恁讲，咱就做唔欢喜。啊，是咱讲讲家己会作歹个，哎，讲讲家己作伤心个，会即心态个。所以我才想，过去咱讲着一个，哦，这个事例啦吼，咱较早，我哋清这个林林总。